后来乡亲啊，继续来看总统蔡英文甲美国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来会面。阿强啊是真不满，展开着环台湾岛的军事演习。阿强啊执行着军事演习的解放军东部战区，嘛来公开着演习的新画面。其中有一段电脑的动画，是飞到台湾北部的空隙，发射着飞弹来攻击，袂输是咧甲台湾抢渡共款。啊，伫咧军事演习的这段期间，阿强的军机甲军舰嘛一直咧扰乱台湾。咱的国防部到早起为止，侦测到阿强的军舰11只，阿强的军机70只。啊，伫这个敏感的时刻，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嘛来公开着一段南部战区的舰艇进行实弹演练的画面，就是要多方面同时甲台湾来威胁。9号打击目标，摇动3口屁。试射1组2个，中射速，预备，放。解放军的舰艇向海上目标拍实弹，中国央视新闻伫昨公布一系列海军实弹射击演练的画面，由南部战区的梧州舰甲汉中舰组成编队，伫指定海域进行对抗演练。方位要沟动，发现敌机的来信号，看看发射。解放军嘛模拟敌机快速的逼近，发射干扰弹了后，将目标拍落来画面，宣布讲明是倒一个海域。因为即马正是宽台军演期间，向公布这段画面有恐吓台湾的意思。4月9号，正执行宽台军演的解放军东部的战区嘛公开更加侪演习的画面。我已抵达台岛北部附近区，飞机工作正常，导弹状态良好。其中一段画面显示，东部战区空军模拟发射飞弹攻击目标，佮以台岛上空的声音为主题。另外，佮制作轰炸台湾的模拟动画，画面中甚至有2发飞弹分别射向台北甲高雄。依照公布统计，到早起6点为止，国军总共侦测到70架次的无人机，也有11台军舰。伫超过海峡中线的军机中，阁有包括来自山东号航空母舰的战斗机。依不升高冲突、不引发争端的原则，则派在航的任务机、任务舰以及地面飞弹系统严密监控。为了配合海军监控强舰的动态，嘛，好这海巡署原定的南湾6号操演必须都要延后。面对中国宽台军演，国军海巡拢全面的准备，随时掌握任何动态。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